红梅啊聊天钉，电视、报纸，我敢若看球类比赛的新闻。规年冬天拢有世界性的大比赛，无论踢骹球、NBA 的篮球，还是野球，我拢守伫电视前。人若半暝转播，我就一暝无困。今年美国的野球阁是老戏出，美国联盟的 Yankees 拼国家联盟的 Braves。甲一队赢，甲我无地带。反正波士顿迄队 Red Sox 无赢。我对波士顿这个都市印象袂歹，毋过因球队名红梅啊，对我囡仔时的记忆，阁较有寡意义。我做囡仔伫庄稼所在读册生活，做世人无人咧穿鞋，阁较免讲是梅啊。迄阵的寒人，有当时啊透早路面涂骹会结霜，我嘛是脱正骹，哪赤脚啊咧，哪行哪跳，就是毋穿鞋啊，连鞋啊都无人咧穿啊，哪有人穿鞋啊？我读国校的时，虽然我的成绩拢是头名的，毋过伫学校上得人笑的。是一个查某囡仔，因阿爸是阮庄的富户。迄个查某囡仔读3年的时，捌甲我共班过。毋过伫阮升4年的时阵，因兜就拢煞去美国啊。迄是我做囡仔头一个恋慕的对象。我上课无心无情，过几工学校决定分班，我换一个查甫的少年老师教。头摆上课，老师讲伊欢喜做阮的导师，佮特别讲班里有一个成绩足好的同学，希望同学拢愿意学习请教。讲了，煞叫出我的名，罕得互人安尼公开学了，我感觉真歹势。迄个少年老师穿插真水气，白写字干那骨带羊毛裤，甲阮庄做一个大人完全无同。我真欣赏。反正讲，我真早就去到学校，把新课本摕出来读。那在老师嘛真早就来，看我家己咧读册，行来坐我边仔，嘛摕一本册出来读。我问伊讲：“你做咧做老师啊？哪来去读册？”我就是真爱读册，毋才会做老师。伊个神秘神秘讲：“我毋但爱读册尔，我阁想要写册咧。册毋是拢是政府本诶，要安怎写册？”老师互我看伊咧读诶册，到呾我还会记得册名是《跳舞提名册》，作者是一个叫做左拉诶。我毋知半项，老师就甲我讲，迄本册的故事是讲爱情的。伊讲就是想要写这款的册，迄是我头一本知的课外册，嘛头摆知影有人是专门咧写册的。无疑过日后，我嘛行上这条路。迄天。故事讲无了，就有学生来啊。导读时间，老师讲班里需要有一个班长，毋知谁较适当。这时校长带一个学生来，讲是这学期为都市转来的，要读阮这班。
新同学自我介绍，讲因老爸是派出所新来的主管，因规家拢搬来遮。伫学校，伊是野球的选手，希望会当参加这个学校的球队。迄阵，阮规班无人知影啥物野球，嘛毋知学校会使组球队。阮阁继续讨论选班长。老师讲我是班长适当的人选，成绩好，捌做过，有经验。毋过做班长着牺牲家己宝贵的时间，应该换别人来服务正人。我知影老师有咧替我设想，做班长有真侪哩哩扣扣的工课，逐工比同学较早来，看我转去，责任真重。老师佮讲，这个新来的同学，甲大家无啥熟悉，应该先服务班员。做班长嘛是真好的机会。结果是阮两个互提名做候选人，讲有3天的时间，互阮做宣传活动。拜六才要投票，互同学做决定。再来，阮选班长拢是老师指定，想就想，嘛捌互大家同学选，毋过是当场随投票，毋捌就真正的选举运动。第二天，我甲平常时共款，无特别做啥物。咱在这里煞亲像人咧选民意代表安尼，囡仔人嘛那大人干内裤带，穿皮鞋，用白纸写伊的名。5添丁，技能就分。老师鼓励我，嘛学伊做文宣，安尼才有成真正的选举。我想想咧，就写一张海报，讲请投互5添丁，互伊有机会替同学服务。老师看到，讲安尼违规，袂使公开替对手邮票。我想讲，老师毋是有讲过，要互新同学有机会服务正人。这时，佮叫我着好好甲伊竞选，敢是真奇怪。拜5早起，5点钟换穿一双长红袜啊，配球鞋来。伊利用早读时间，甲同学讲伊穿这双红袜啊，是代表伊的热情有活力。因来做班长，会用这款精神服务大家。别班呢听到风声。无看读册，拢走来看这个穿红长袜的怪人。伫教室的窗仔门外口，站一群人，哪像有大门园看高山啊安尼。我共款无做啥物运动，导师叫我嘛学我选举步数，毋过我真正无想要去做班长，嘛袂晓选举出头。拜六透早，伊比我较早来，看到同学，就提糖啊请人，拜托大家支持。看到我简单笑，无讲甲一句话。